位乡亲，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初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防晒关心帝君为主神的桃园威天宫，昨暗8点外传出火灾，火真猛，一时规间庙拢是火红记记。消防人员出动大批人力甲消防车去拍火，加在伫昨暗9点半就已经控制，嘛无造成人员伤亡甲财物损失。若导火原因，还阁爱调查。 暗暝中大火乌烟窜到天顶起伫，互人看了就惊。伫咧桃园市旧山区的威天宫，31晚8点外导火，桃园消防局接到报案，加派人力甲车辆到现场拍火。那我们到现场之后呢，他们1到3楼呢都已经全面燃烧。我们总共加派了30台水车，30台的消防车，然后跟70名消防人员，现场那个全力投入抢救。 威天宫内面防晒关圣帝君，宫内7.2公尺高的武在神关公铜像，讲是全台湾室内上悬的关公像。对塔门看，内面所有文物拢互大火烧掉。消息传出来了，真侪信徒拢担心关公像可能会被损害。消防人员暗时9点半左右将火控制掉，不加载无人员伤亡。那我们现在呢，已经逐渐的要把2楼跟3楼的火势来做进行强制的一个扑灭。 威天宫是地面3层的建筑物，消防人员研判导火层可能是1、2楼，导火面积初步估计是100平方公尺。因若导火原因，还有财物的损失，还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赶紧来关心天气，强烈风台沿南路愈来愈靠近咱台湾，北台湾已经开始咧落雨啊。拜5、拜6，明仔后日风台上靠近台湾，嘛影响上界明显，全台湾明仔拢会落雨。咱来看风台会安怎行。沿南路风台目前是伫台北东南边的海面上，行到琉球南边的海面了后，总共就引起流较弱，安尼速度就会变慢，会留点原地设林拢，了后才会往北，有可能明仔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沿南路风台往北的角度，嘛影响敢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这部分搁爱观察。 沿南路今日到礼拜影响咱台湾上界明显，全台湾拢会落雨，北台湾会上大雨，尤其基隆北海岸山区有大水雨发生的机会。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今仔日台南以北，还有东北部、东部沿海、外岛拢爱细日强风大影，上好是唔通去海边啊。 礼拜1时，风台就会豆豆离开台湾，不过天气共款也是无啥稳定。北部有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过道嘛有雷阵雨。强烈的风台沿南路暴风圈一直伫变大，未来会安怎行也阁有变数。不过唔管安怎行，对咱台湾加减拢有影响。今日开始到后礼拜，这影响上界明显，上急明仔有可能就发布 海上的风台警报，无得卡嘛有可能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趁天气还阁袂歹的时阵，正适合农民赶紧做风台前的准备，因为这批调节产期的大麦适合正伫咧季节，抓拄着风台要来，先套一个网袋啊，外口高套纸袋啊，加强保护，手机也要小修剪一个，才袂风头伤着纸。赶紧赶快套袋，不然的话还没套袋，怕那个4家枝条。 会风很大，会导致扫到4家，后来4家就卖相不好。强烈风台虽然内外围混合瓦群，30夜拜3晚，北部、东半部会先落雨，风台路线比前一天小可向西边修正，继续向西南西方向山顶东进入琉球海峡，因南南边的热带性低气压会增强至今年第12号风台，两个系统可能互相牵引，甚至合并，和虽然内路线会变。在3号之后是一个比较偏北的角度，往日韩方向移动。 但是如果它的一个路径，因为还是有不确定性的，如果再往西边移动一些，而且它的一个暴风半径如果再更为扩大的话，其实也不能排除它会在更靠近台湾的一个陆地。气象专家讲，虽然诺风台结构完整，强度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所形成的11个风台里面上强的一个。无论伊最后方向安怎行，所落来几天，沿海拢要注意强阵风，北部加东北部有大雨。
未来呢，在这1-2天，它等一下落在台湾的东半边的时候，它会快速的在长大，所以预期它的雨势呢，它的等于是会长胖，所以全台湾呢应该都有下雨的机会。不过还是以它的迎风面以东北部为主，所以东北部的降雨会非常的显著。专家提醒讲，办事到礼拜，民众若是原本要去山区或者是伫咧北部、东半部海边活动，拢建议要有其他活动的准备，特别伫咧北部、东半部面北的这边，除了雨大风也正透。受到风台瓦群的影响，宜兰看海洋下船已经确定9月初1开始停开3天。台东来回绿岛，一个台东来回南苏的船帮，拢自9月初1下昼开始停航到9月初3。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的本土病例阁超过3万例，有34000多例，病例数即马是直咧增加，可能咧要进入新一波的流行。若对今仔日9月初开始，入境的旅客会当家己塞车去防疫旅馆。阁有第5轮的快筛试剂签名制，嘛是对今仔日开始实施。严格65岁以上的民众会当领免钱的5支快筛试剂。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阁升悬，疫情指挥中心宣布31阁增加34389例本土个案，甲有期的走向同款，病例数开始增加，可能进入下一波流行。确诊个案当中增加21例死亡，伫囡仔当中部分增加4例，其中1例是脑炎，是无做过疫苗2岁查甫囡仔，另外3个是MIS-C 个案。儿童脑炎的这一例是2岁的男童，8月29号就转入加护病房当中继续观察治疗，目前病况是略有好转。那3个有小朋友是MIS-C 的个案哦，那其中最小的是一个1岁的男童，在8月26号因发烧就医检查，有发炎指数跟升高、凝血功能异常的情形。虽然国内疫情阁开始缓解，毋过个人入境增加，指挥中心也阁放量防疫措施。9月初1针对入境旅客，为4大机场包含桃机、松机、小港、台中入境，拢用家己塞车转去，或者是到检疫场所，阁到机场指定动线提车，毋过注意免用租车的方式塞车转去检疫的所在。应先洽询防疫旅宿是否有提供车位啊。如果可以提供的话，才可以选择自驾车去防疫旅宿哦。依照机场标示的入境专用动线到停车场去取车啊，全程需佩戴口罩。另外，第5轮快筛实名制也伫咧9月初1上路，民众上济用买2份10支，用分做1摆，或者是2摆买，每一份500块。另外，满65岁以上老大人用摕健保卡到快筛实名制买据点，免费领1份5支家用快筛。这份免费领的未算入实名制购买资格。记者综合报道。那全国的中小学拜2才开学，也毋过因为目前疫情的防疫政策，也是预期讲一个班有一个囡仔确诊，规班爱停课停3天，所以有一寡班随开学就随停课。根据教育部的统计，目前全国有583间学校部分的班停课，有13间学校是规学校停课。家长是讲，嘛知影即摆疫情咧行，停课早就有心理准备啊，只是讲想袂到一开学就停课。甲斗球队的同学对练，讲互国小斗球队的囡仔，礼拜3社团活动正常训练，才拄开学，无人想要确诊，也是因为班里的同学确诊又搁停课。不过校统计，开学第2天，全校73个班累计4班停课。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家庭的传染而带来学校。那当然就是我们知道了以后，就是要停课3天，以现在的规定。因为目前学校都有做一个比较好的讨论跟开会，遵守政府学校给的这个方案去走，我觉得都可以好好的保护老师跟孩子们。台北市到31中岛累计有98间学校108班停课。那台北市全台中小学幼儿园有一寡确诊个案，住伫新北市的陈小姐上班前已经甲囡仔送去幼儿园，9点外接到通知，讲班里的同学确诊，爱停课3天。先请阿妈帮我们把小孩接回家，这样子也知道说，因为最近有一波疫情，所以会停课是在所难免的事情，所以大致上心理上也有准备，只是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陈先生是透早准备送小学1年的查某囝去上课，出门前才接到停课通知。我觉得就很纳闷的地方是说，那你说9月12号开学之后就不用停课，那你为什么不把整个暑假延到9月12号再开学就好了？
早拄啊开学搁停课，互部分家长未赴处理。面对疫情变严重，12开始校方采用体检代替隔离，不少相信家庭表示支持，偏向正常生活。国小的校长是讲，到时阵难免有学生囡仔请防疫假，已经请老师做好各种教学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介详情，咱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不管交通部高工局建摆连假，拢会对国道5高石顶卑南的交流道实施往南入口的匝道管制措施。卑南用钱是做自救会，昨昏起交通部抗议，讲管制已经影响因当地人的生活，出入拢真无方便，呼吁应该对当地人、当地民众放量管制。若无，伫中秋的连假，因会发动霸占卑南交流道口的抗议，去国中路和国道袂顶袂动。来看自由时报，所谓平台网络业者引用媒体的新闻内容去趁广告，却无分予出新闻的媒体。有学者即马是提出民间版的新闻媒体甲所谓平台强制公价草案，今仔日会召开记者会公布草案的内容。针对这3代志，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是回应讲，民间有想法有版本拢真好，行政院会去协调找出共识。来看中国时报。受制造业外销订单油价转负的影响，台经院昨昏公布7月份制造业景气订货的数字，一个月是减0.3分，即马是11.88分，订货是已经连续5个月拢是到代表景气稀微的黄蓝灯。台经院是分析讲，制造业外销订单油价转负倒立，显示全球的市场即马较无力，直接影响需求面甲销售面的表现。关键来关心基本工资审计委员会伫今仔日特别开会，劳工团体伫昨昏是先去劳动部外口画口号，要求劳动部长柯明春态度就要大方硬，甲每年的基本工资对即卖的25250块提悬到28000。安尼才会当搁较瓦近总统蔡英文进前讲的，伫伊落任进前达到上加薪水3万块的目标。也毋过工商团体是认为讲，即阵疫情也是真严重，拢还未收煞，希望会当起较少的，也是唔好起。劳动部是表示，会看委员今仔日安怎讨论，嘛尊重审议结果。万物皆涨，万物皆涨，基本工资也要涨，基本工资也要涨。华口号希望政府听到劳工的心声，因为关系劳工薪水调拨的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9月初2要伫咧劳动部举行。目前的基本工资是一个月25225，劳团再去到劳动部外口开会，要求劳动部长柯明春态度较强烈，将明年的基本工资调到28000。物价上涨，我们通膨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我们很多劳动力的所得都被这些吃掉了。目前，我们周边国家，不管日本、韩国，我们的基本工资是最低的，所以我们这边有很多人说低薪是狗屎，我觉得没有错。去年伫咧审议委员会开会进前，劳方主张爱起8%到10%，一个月薪水调到26400，一点真久的薪水是176块。不过资方认为已经影响经济，希望卖起。即便劳方主张起到28000，照法度伫咧总统蔡英文退回进前，达到伊基本工资3万块的梦想，资方也是坚持卖起。我们希望说微幅调整，渐进式的来做。要不然会很多工厂会停业关厂，或者说无薪假，不是对劳工有益处啦。疫情期间大家都很艰困，是不是请政府这一次呢能够动涨，不要调整？工总伫咧会前提出调查报告，讲7成6个企业接受的起报伫咧3%以下，不过上总的调查显示，有6成8个企业无接受调起。共同的想法是因为今年下半年制造业景气会反转，就不好，所以我们对调幅就比较在意。那像商总基本上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内需都不是很好，所以他们一直反对调啦。担任审议委员的学者讲，劳资双方拢有家己的主张，对劳团甲工商团体意见，劳动部讲基本工资调整的情形，尊重委员会审议结果。记者综合报道。那今年初政府有替军公告调薪水加4%，明年感觉久，行政院昨昏已经宣布军公告伫明年无要阁调薪水。
严格全告总是积极讲，政府拢无考虑到物价，也有钱变薄，也有民间企业平均的薪水，敢若考虑财政负担。全国公务人员协会嘛是希望讲，政府会当建立透明健全的调薪机制。军公告今年调薪4%，差不多102万人受惠。外界关心明年是毋是可能搁起？不过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考虑国际政府财政收支差底继续扩大，疫情控制加产业纾困的需要，建议明年卖调整，搁得到行政长所进场协定。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我们无奈，但是也只能接受，不是吗？我们还是期待我们的调薪能够有建立一个健全透明的机制，然后有我们军公教团体的代表可以参与的制度。另年军公告调薪的状况，2012年了后，分别伫2011年、2018年、2022年调薪过3%、3%甲4%，大部分是考虑到整体经济情势，政府财政收支才进行伫稳准的范围之下宣布调薪。不过最近物价通货膨胀真厉害，互军公告是下到食黄连同款。另外，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质疑政府无考虑物价，民间企业平均薪水企业互多者的数据，只考虑到财政负担。蔡英文总统前几天才在脸书上面宣称，明年的预算是史上最高，还债做最多，社福最多，国防预算史上最多，代表政府的一个财政是无语。政府要政绩，就把军公教的一个调薪丢一边。陈高总表示，政府爱政绩是正常的，不过因为要政绩，就将军公教的调薪撇一边，这完全是无顾军公教的权利甲尊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同齐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正疫情爆发较大，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6亿例，死亡人数超过649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34623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加强已经超过530万例，日本超过1800万例，韩国超过2000万例。目前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加法国。美国超过9600万例，印度超过4400万例，法国甲巴西是拢已经超过3400万例。欧洲的英国超过2300万例。来关心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昨昏是批准莫德纳甲辉瑞 BNT 这药厂提升效果的新型冠状病毒的预防剂的加强剂，这是咧对抗目前主流的 Omicron 变异株 BA.4 甲 BA.5， 讲更较有效。美国政府即马嘛打算伫秋天的时要开始规划新的注射计划。为了要阻挡冬天可能有新一波确诊数增加的情形，莫德纳加辉瑞 BNT 次世代2价疫苗，这个时阵就当使用。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这2间公司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升级版的紧急使用授权，也是第一个直接针对目前上主流的 Omicron 变异株 BA.4 加 BA.5 的加强针。莫德纳用在咧18岁以上，辉瑞是12岁以上。The updated boosters contain the same basic ingredients as the original COVID-19 mRNA vaccines, but are modified to target the circulating Omicron variant BA.4 and BA.5. 因为学生已经开学，也有因为天气冷，大家会较踮伫咧厝内，确诊数有可能会增加。美国政府已经订1亿500万剂辉瑞加6600万剂莫德纳次世代2价疫苗。辉瑞已经传好现货，伫9月初到进前会当先将近1500万剂。Is not just to increase the antibodies right now, but also to hopefully give us a longer duration of protection. It's no guarantee, but the idea here is the more up to date you are, the better chance we have of looking at what may come afterwards. 因为 Omicron 继续伫咧变异，护药厂原本针对开发的加强针也会得应变。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伫咧6月要求疫苗制造商专注伫咧 BA.4 加 BA.5 的竞争配方，因为美国目前确诊数内面有88%以上是 BA.5。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另外，世界卫生组织是表示，全世界高度高组的病例是已经超过5万例。不过，即马看起来，欧洲甲美国疫情已经有开始咧转好。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是表示，伫无动物传互人的所在，这病毒有可能会当消灭。那美国即马嘛已经传好5万剂的预防剂，要互高危险群注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全世界通报交叉感染病例有5,496件，也有16件死亡病例。不过目前疫情热点的欧洲加美国已经有小可较降来。WHO 讲，交叉疫情会当被控制。With the right measures, this is an outbreak that can be stopped. And in regions that do not have animal to human transmission, this is a virus that can be eliminated. WHO 今年7月将交叉列做国际公卫紧急事件，不过因为有防疫措施，已经有小可较降来。美国是病例上侪国家，已经有超过18000人感染，其中93%是最近报有过查甫加查甫的性行为。所以当局宣布，伫最近几个 LGBTQ 大型活动，加提供5万剂疫苗给民众做。This festival can attract up to 300,000 individuals, not just from Louisiana or not even from the South, but from around the country. And so being able to prepare for that and to get a head start on the vaccinations, on the testing, on the communications, all extremely important. 因若咱国内第一批交叉疫苗，上紧伫咧出2月到台湾，差不多有500多剂，提供医护甲实验人员甲个案有密切接触者的人数。所落来来看疫情的状况进会。公司新闻张伟玲、黄kỳ昌编译。中共20代全国代表大会10月16日咧伫北京举行，习近平按算会当选第3任的中共总书记，继续稳定政权。不过，中共高层有可能会全部改组，因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2届已经做满啊。纽约时报即马就分析讲，现任中国全国政协的主席汪洋，也阁有国务院副总理吴春华，拢有可能是接替人选。向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中共20代10月16日要伫北京举行，预期政治局7个常委人事会出现变化。习近平会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这第3任总书记的做法也拍破前2任领导人连任了后落台规范，伊会输无前例广告权力。10月16号比预期的都提早哈，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基本上代表着中南海本身有相当的共识，那也代表着习近平的意志可以被贯彻，所以我相信，在这次北戴河会议当中，习派应该取得相当的胜利跟上风。20代关系中国权力结果高层全面改组，尤其委员有7项8项按规则，也就是67岁以下留任，68岁以上退休。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可能落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任届满。纽约时报分析，现任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甲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是下一任国务院总理的可能人选。汪洋出选几率是较悬。胡春华因为毕竟更年轻嘛，那么可能理论上从习的角度来讲，大家更好控制他嘛。因为汪洋毕竟跟他算是也算是同一世代的。定数判认为李克强年岁还未到，有可能破例留任，无法度定论。不过习近平未伫中共20代确认接班人，这可以用伫未来几年保持家己影响力。伫对外人事部分，外交部长王毅是不是出台杨洁篪上授主义，会牵动台海局势甲中美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南韩上大在野党党主席李在明的看守金惠景涉嫌用公款去纳食饭钱，即马已经获检方起诉。来关心巴基斯坦拄着8年大水祸做大水，已经知影造成1000多人死亡。大水祸加上印度河涨流，南部即马有一大田已经变做100公里宽的大湖。有风声讲，受佩洛西来咱台湾访问的影响，11月份拜登甲习近平的见面恐惊有变化有变数。不过白宫已经回回讲一切拢照常咧规划。来关心中国无人机扰乱咱金门马祖。总统蔡英文已经要求讲国军爱提出强硬的反制措施，虽然国军有头摆开枪射击，甲无人机赶走。即马调也是拢要求国防部爱定出处理的 SOP。面对中国对咱台湾的威胁，国防部有写报告去立法院，内底是写讲中国解放军即马增加非军事行动，拢是利用一寡亲像是航空器、无人机、太空气球，也有海钓船、海测船，这部数是愈来愈侪。
中国无人机最近真侪届侵扰金门马祖空域，不过国军进前大部分用信号弹加警示，外界批评态度伤软。总统蔡英文下令强烈反制了后，金防部针对中国无人机30下晡再一次进入二岛地区，头一届实施实弹射击赶走。部分条野拢伫质疑国军警政署、航空暂停政府，拢有各位无人机干扰性，是安怎袂使先定用？若驱离无效的时候，我们判其对我造成威胁时，我们将按照程序来实施接战的航机，并且依例来遂行自卫权反击。结果要等到总统出来讲话，然后国防部才有作为，那这样要如何应对任何突发的状况跟危机呢？军事专家表示，对无人机用硬塞开枪反制，也比袂过干扰性进行大规模信号干扰。守军呢有什么武器啊？当然就是拿起来打了，这没有什么好讲的哈，不要去想说这个会触犯中国军人呢，不要太多政治算计。另外，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干部指出，中国一代攻击无人机30下晡为东海经由 Okinawa 甲宫古岛中央的空域，转往台湾花莲外海。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派战机起飞监控。国防部111年中共军的报告书讲，中共歪插海峡中线沿岸区域突破第一岛链，扩展到西太平洋。报告显示，目前共军的两栖正军登陆稳固，甲后勤力量不足。这个特别增加非军事行动，中共唔但用航空器、无人机、探空气球侵扰台湾，也加入海钓船、海测船，加强战场经营。在陈平时期呢，就在我们具有战术重要性的海域，在那边进行相关的情报收集，甚至于是水文环境的调查。没有进行捕鱼的动作的时候，我们的海巡署其实也找不到很好的依据去处理。面对中共以背信压唬军人的做法，学者分析，无排除中共结合希准海上民兵、海警等，伫台湾西南海峡，甚至是海峡中线东边发动联合维权，建议赶紧补足法源依据，让海巡单位会当有更加方便的应变做法。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即马也讲，伊甲农委会请的研究计划嘛是涉嫌用抄的，不过伊是出面背回讲，总共有分到钱，伊就会退选。详细的消息是，农委会即马讲已经要成立调查小组，要来进行初审的调查，了后阁会请专家来展开复审，若是有需要，嘛会请张善政去说明。选举行程无因此次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到关心参观环保机能纺织品甲防护衫，针对做防疫护送期间研究计划勘察抄袭，伊话声若是有分到1仙钱就退选。那5700万的经费，如果有1块钱掉到我口袋，我就退选。我非常有把握，大家也知道说宏基是一个非常有制度的公司。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陈文平表示，研究案经费有5700万，不是一般研究案规模，不应该只是复制打起来。这个案子我看起来已经到了应该值得去大家第一个行政调查，第二个再看看说是不是需要去侦办，或者用司法的方式来还大家的清白。宏基也发声明回应专案内容，除了照国外实际执行方式和结果，更包含实际导入新技术，在场域内底进行验证。举办检讨会甲座谈会等，农委会是表示会成立调查小组。现在呢，我们就是要先来厘清跟确定这3年的报告，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势？民进党政治委陈宝清批评民进党力头比其他对手较强，伊表示宣布参选桃园市长，唔惊面临党纪处分。伊表示参选到底，要留民主的火种，恢复民主的精神甲机制。我们最基本的要求，一个公平的民调，他不肯嘛，所以他现在出来讲说，我输了10%，这种叫是公然说谎。个人参选哪里有重要？你那民进党的价值不见的时候，那是最大的痛。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罗香玲是在31早起完成登记，以画下桃园未来为桃园新政治开始，不是跟人选哪里。为什么我们的桃园在市长的这个人选上面，两党都是以政治的计算、政治的利害来做决定，而不是为市民的利益、市民的福祉来着想。高第新高挂报条叫张善政退选回去的行钱，列行民共抄袭。张善政也回击列行是为林志坚论文抄袭来操作，抹黑本土产业。桃园选战是拍抄袭战，佮加上陈宝清投入选战刷大地动，3人赢得到桃园选民的支持，拢爱国观察。
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市长的选战，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甲无党籍参选人黄珊珊，拢伫昨昏早已经完成登记。黄珊珊阁邀请其他候选人大家同齐来做政策的辩论。那国民党台北市长的参选人蒋万安是按算伫今日早起会去选委会登记参选。陈时中落选，陈时中落选，阿丢阿丢阿丢，落选落选落选。3月透早9点，26个市议员参选人甲竞选团队，甲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为我来到台北市选举委员会登记参选。我要确定参选台北市长，我要把大家照顾好，将台北打造作一个充满希望、持续进步的城市。还在小朋友在看着，对啊，我们给予承诺啊。虽然小朋友现在还不见得能够听懂，可是从眼神看到，我们看到他们的期待，也看到我们的希望。现场有支持者赞声，嘛有抗议的人来唱声。好。好，谢谢哈。伫门口演讲了后，陈时中甲竞选团队就赶紧去楼顶登记，因为连暝伫10点就换民众党甲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来登记。伟大市民，伟大市民。黄珊珊伫登记进前是呼吁各台北市长参选人做伙来辩论输赢。那更希望有公信力的媒体开始举办台北市长的政策辩论会，不管是社宅还是公安，还是相关的交通问题，每一个礼拜来进行一场公开的辩论会，把候选人摆在舞台上，直接辩论，马上就知道。我们在物理上要测那个金属的，测一个金属的硬度怎么做，就互相刮嘛，我刮你，你刮我，就知道哪一个硬度比较高啊？陈时中甲黄珊珊登记参选的同一个时阵，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是公布伊的4个市政顾问，拢捌担任过台北市的副市长。我们4位前台北市副市长，刚刚都介绍非常完整，他们都是对于台北市政非常娴熟，而且有相当的高度，在各个领域都可以为台北市擘画最好的愿景。蒋万安甲4个顾问共同宣布，要将台北市打造成永续城市。其中一个顾问李永平表示，台北市需要一个谦虚带领团队的领导者，无需要搁一个假教的市长。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除了头拄看到的大党，伫年底选举嘛有一寡小党要出来拼，有9成拢是女性的成员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伫双北市议员选举，因嘛有推出4个参选人，伫昨昏嘛已经去完成登记。因是较关心囡仔的人权、性别优先、身心障碍者弱势生活，这拢是因较关心的议题。因是希望政治会当有更较多元的声音。也毋过即马小党要出头，确实是无遐尔简单。带囡仔做伙上台，政党成员超过9成拢是女性的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关注儿童人权、性别、身心障碍、环境等等。这摆也伫全台湾推出15个候选人。政治它应该要能够反映不同多元的阶级的，甚至是族群的意见跟声音。但是其实我们的政治，无论是议会或者是国会，其实是很扁平的，往往只有少数比较精英阶级，或者是有政治世家背景的人比较容易进得了议会。那其实往往排除了真的没有任何资源参政的青年，那甚至是像我们这样的亲子家庭。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伫2018年就推出21个参选人竞争，虽然转数保调，不过得票数是全国第6名。2019年因正式成立政党，今年搁再参选。那欧巴桑因也推出科技业背景的爸爸参选，伊是唯一的男性参选人，关注儿童人权。儿童的发展上面，大人到底了不了解，以及说彼此要怎么样子互动，那也很希望说去卷动社会上面的每一个大人，以及说各个年龄层的人，也可以一起来关注说小孩以前有可能是一个被忽略的群体。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3日由4个双北市议员参选人带领正百的民众到选委会完成登记，现场也邀请到作家彭公远徛台支持，因希望除了大型的政党，来自各种背景、无同的声音，嘛会使做伙插政治，推动改革。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
上新的消息来关心，新北市五股有一个查甫人，昨昏是砸8万块要害伊的朋友，严格说好，这个朋友的女朋友先知影，佮去找另外一个查甫人，也特警棍仔，把这8万块的现金抢走。警方伫3点钟内已经抓到2个嫌犯啊。被害者甲这部钱是约伫5股的一条巷仔内要还钱，想袂到这部钱的女朋友先知影了后，煞去找另外一个查甫人同齐来抢钱，佮提出电击棍仔抢走被害者身躯8万外块的现金甲伊的手机啊！警方接到报案了后，去调监视器，3点钟内就抓到这2个嫌犯。警方怀疑讲案情应该无遮单纯，即马也搁咧调查，了后就会移送法办。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屏东的农业捕杀馆，这个月19才开始使用，却因为最近下晡拢会落西北雨，雨若一大3楼外口的巷路就会开始积水。农业处即马已经请厂商在沙包来贴来挡水，嘛伫楼梯头啊这所在有做水闸门先来闸，要来确保讲在近摆一落雨，较袂着淹水的情形。外口落大雨，内底积水正做小水墙。屏东这几日在中昼过后出现地势强降雨，这个月19才启用屏东农业物产馆，预告互民众看到3楼回廊排水未赴，积水一路向腋下冲。这位民众差一点仔触倒，网友看到也讲这是新的储水道。好像是1.4亿还1.3亿哦，可是做成这样子是观景台，然后做成这样子是真的有待加强，而且人民的钱，我觉得蛮夸张的，因为它排水全部都是往那个楼梯灌进去的。物产馆积水的3楼楼梯口甲回廊算是半户外空间，虽然有只雨棚，不过楼梯口边就是户外观景台，雨也是为观景台甲回廊两边破一摆。楼梯间对外壁面是一个一个防雨共款挡皮条。目前屏东农业处已经请厂商运沙包来应急。短时强降雨真的是难免啊。经过一天，今天整个场馆整个都已经是干的，至于说怎么样去因应这个短时强降雨呢？我们开馆后我们会再做评估做改善。农业处解说，观景台甲楼梯间路漏水口是强降雨排水才袂赴，下礼拜会请厂商伫楼梯口设防水门。官府虽然承诺改善，不过开1.7亿外，佮摕到国家倒管建设又一种的物产馆，拄到地势强降雨的淹水，也互民众感觉真落差。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就中秋啊，袂少人已经开始咧送礼啊。也毋过有民众是反映讲，伊要送互亲戚朋友的月饼，对中华寄出去了后，已经经过1礼拜啊，也毋过对方拢无收到。原来是因为即马新竹有一寡邮局内底有员工去画着较紧，无法度去上班，才影响出货速度。货车来来去去，人员嘛无用咧准备出货。中秋节真侪人拢会透过邮局送礼物互亲戚朋友。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礼盒对寄出去到即马已经1礼拜的时间，朋友拢无收到，真惊等对方收到物件的时阵，拢过期去啊！8月14日，好不容易买到8盒彰化有名的月饼，想说寄到新竹分享给亲朋好友，结果今天8月30日了，还没收到，已经7天了。保存期限也可能过期了，真的很无奈哎。根据了解，新竹邮局第一届疫情内底，负责配送的人员，拢总有10外人患着新冠肺炎，为这礼盒的寄送去互耽误着。中华邮政表示，目前已经在想办法解决。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确实我们的确诊的同仁是有增加的，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很快就启动我们的应变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加强我们同仁，请同仁加班来投递，到上个礼拜为止，我们的包裹一切都非常的正常的在投送。邮局表示，受到疫情影响，佮加上中秋节送礼数量增加，确实面对真大的挑战。冒请员工加班到3天，请民众多多包涵。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
来关心，因为即马日本甲韩国拢已经在放零入境的管制，加侪民众嘛打电话去旅行社问讲要出国是爱注意啥物？民众爱注意哦，亲像去日本，虽讲即马已经唔免搁请当地导游，也毋过一定爱去参加日本旅行社先认证，互因做担保。啊，若去日本嘛爱共款申请签证。业者就表示讲，目前签证是已经排到10月过后啊。疫情进前，大家上爱去日本佚佗，即马佫宣布放零观光限制，就要进入秋天赏红叶的大季。不少人听到日本可能要开放自由行，首先的温泉无导游团去入境，拢赶紧打电话来问。都问说，难道我直接上Agoda或是做那些订网的平台，去订完饭店就可以直接去了吗？我说没有啦，你还是得去日本，还是必须也有签证。你要旅行社担保，然后你要投保他的保险。那如果说你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时候，帮你担保的旅行社要有负责处理生病，然后通报。业者表示，日本政府宣布是类自由行，不过还是需要申请签证，而且部分航点无直飞，佮加上机票起价也是影响佚佗意愿。虽然日本已经开放旅行团入境，台湾的禁团令也未解除，旅行业也免替旅客规划行程。基本上我们这边来讲，就是他不能安排，所以他只能提供资讯，由旅客到当地他自己去找当地的业者去报名。参加他当地的tour而已。观光局提醒民众，若规划去日韩自由行，爱注意上新相关规定。目前台湾旅客若要入境日本，9月7日开始做3期疫苗，用免提入境进程 PCR 证明。台湾是低风险国家，用免隔离，不过依然需要申请签证。但旅客入境韩国是免签到10月，同款是免隔离。9月7日开始，也无需要定期进行阴性报告。另外，指挥中心强调，台湾也是会照顺序开放，首先调悬入境总量。若上限到6万人，会考虑开放部分团体；若疫情稳定，搁考虑入境0+7。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国家语言发展法，台湾手语嘛是国家语言，所以头摆有纳入本土语言的课程。即马有239个下资格的教育资源人员。教育部即马嘛有针对高中以下老师有新进行3个月的培训，希望会当由现任的老师来教手语。扩大台湾手语的师资，第111学年度已经准备好势啊！为着要因应112学年度的需求，伫8月份的时嘛已经开办第2期。上课时阵，甲学生互动了正热烈。宜兰罗东上一个特教老师沈永彤，用正活泼的方式教台湾手语，学生拢感觉正趣味。今天我需要荡秋千，还有时间。觉得透过这堂课，我可以更加了解到那些需要使用手语才能沟通的人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沈永彤以前读大学特教系时阵有上过手语课，这边为着新学期开始，台湾手语纳入本土语言，休热时阵去参加培训，严过才上课3个月就要教，压力不止啊大。3个月确实非常短，加上他的培训时间其实也很慢才出来，所以他的语序真的跟我们平常讲话很不一样。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在学习手语的时候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台湾手语纳入111学年度本土语言课程，除了培养教学资源的工作人员，也和学校原本的老师接受培训，可以会当兼教台湾手语。甲教职人员培训无同的是，真侪老师无手语的基础，所以总共爱上108点钟久，包括63点钟久的台湾手语课程，也会通过笔试、教学演示，一个台湾手语考试，才能兼任台湾手语教师。虽然教育部努力伫咧扩大师资，不过罗东上一个校长陈坤基讲，伫最近的校长会议，有真侪学校反映师资无够，尤其是私立学校。我所听到其他校长的反映的意见，在校长会议当中，可能在私立学校上面比较严重一点，在会议当中也有提出来，请部长跟署长能够给予这个提供解决的方案。教育部讲，111学年度台湾手语师资已经准备好势，到目前总共有230位老师摕到资格，因若无通过老师，一个人继续接受辅导课程，搁再参加补测。为了要应应后学年师资的需求，已经伫咧8月开始第2期的培训课程。记者综合报道。
再去看世界，来关心英国戴安娜王妃过身已经满25周年。伊嫁入王室了后，尾也是离婚，过无偌久，佫出车祸，36岁就过往过身去。不过，伊有爱心、做好代，这形象，伊伫英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并无因为时间一久长就减少。 The world gets its first full glimpse of the fairy tale princess. 1981年7月29，戴安娜王妃穿这束梦幻婚纱，甲查尔斯王储伫圣保罗大教堂结婚，自此起全球出名，为一个本来行见笑的查某囡仔，变做全球上受人注意的公众人物。伊身躯一领有8.3公尺长军旗的象牙白丝啊婚纱，搁较出名。无想到进入王室的戴安娜，婚姻却因为第三者卡米拉充满痛苦，逼伊伫1996年嘛就爱离婚。无偌久了后，搁发生互人遗憾的悲剧。1997年8月31暗时啊，戴安娜甲迄个时阵埃及的男朋友去巴黎佚佗，由司机驾驶的车伫一位磅空高速冲浪，车辆全毁。迄个时阵，一个医生拄好开车为对向经过，赶紧落车救人。 She was unconscious and she had at the beginning she had difficulty to breathe. With my respiratory bag, she breathed a little bit better. She regained a little bit more energy, but she couldn't say anything. 这个医生讲，迄个时阵无认出所救的是戴安娜，搁较无想到，竟然几点钟后就死亡。需要调查发现，担任驾驶的保镖酒测带严重超过标准。不过，这个人较早毋捌有啉酒开车记录。若是车祸原因，是毋是真正甲媒体逼车有关系？真侪年来，原来有真侪无共的讲法，连英国王室原来互人怀疑。She was an exceptional and gifted human being. In good times and bad. She never lost her capacity to smile and laugh, nor to inspire others with her warmth and kindness. 戴安娜的丧礼后来伫西敏寺举行，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人拢出面悼念。虽然已经过25年，戴安娜积极做善事，揽艾滋病童甲孤儿，协助战乱情侣这行动，到即马也互人真怀念。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 约旦河西岸上界出名的基督教圣地庇特熊，最近伫遐有开一间精品饭店，专门是请有学习障碍的巴勒斯坦人遐上班。因为饭店的经营者是一个公益团体，因是希望互学习障碍者有独立生活能力，嘛希望大家在互动的过程中会当改变对障碍者的偏见。 首都啊，整理房间，27岁康山是学习障碍人士，点过饭店的工课，伊拢做甲正顺。康山最近开始伫咧玻璃巷这间精品饭店工作，伊是巴勒斯坦一个社会服务团体设立，透过国外人士入关，甲一间19世纪的厝整修成这饭店。 专门拢请长视症、自闭症等有学习障碍人士，互因伫柜台、餐厅、房务、洗衫等各种事物，训练独立生活的能力。 When people come to the hotel and they see that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re serving, are well dressed, are clean, beautiful, they can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they are not dangerous. So slowly, we change the idea in the whole society, in the whole world. 饭店是我正有名的耶诞教堂，是基督徒上重要的朝圣地点之一。社福团体讲，一般人对学习障碍人士无了解时阵，容易会惊。透过饭店的工作，身心障碍朋友有机会甲全世界游客互动，增加互相了解的机会。 除了培养身心障碍人士的工作能力，这间饭店对社福团体本身也有好处。之前因机构拢是靠募款加卖样模的产品维持运作，不过来源无啥稳定。但饭店的经营若较顺，收入稳定，就当协助更加侪学习障碍人士。巴勒斯坦政府估计，伫约旦河西岸，大约有5%的巴勒斯坦人是身心障碍人士。 世界卫生组织是统计，全世界大约有15%的人口有身心障碍。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辑。Google 推出加景的服务已经是10步当下，即马为着要应付各种地形甲地景，因即马设备嘛直头咧进步。今年阁有新一代的加景的翕相机加入，会当阁翕到阁较幼弱的画面。
应该真侪人拢用过 Google 的龟仔路的相片服务，这寡相片拢是这寡龟仔路风景车一个设备所翕的。为庆祝龟景服务15周年 ，Google 送出这台蓝色，敢若有一双大绿白酒的龟景翕相机，会当甲路翕甲更加清楚。那时间等到15年前，上早的龟景服务装备拢较简单。Larry Page took a video camera and stuck it out the window of his car, and he was talking to some of his colleagues at the time, saying, "I bet we can do something with this." That was the start of Street View. 尾下工作人员甲龟景摄影机踩伫咧车顶，一个这种硬拍的翕相机，车驶袂到的所在就由人拍翕，一若伫咧冰天雪地所在就靠这台雪地车。So we took this system that we had developed to get some great imagery. We decided to make it work on ski slopes and on snow trails and on snow roads. So we put it on a snowmobile. 15年来 ，Google 用这款龟景车甲工具翕超过2201张龟景的相片，范围超过100个国家甲地区。所落来 ，Google 一个会使沉浸式的龟景，会当互使用者体验行入去建筑物内面，希望互大家更加侪方便甲无共款的感受。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来关心今仔日国地头的温度，伫北部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3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有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是26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起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